大家好啊！今日去到港島行東岸板道，咁東岸板道咧早前已經全線都行通咗啦。咁今日咧就冇諗住行晒全程嘅，因為全程就由西環去到筲箕灣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去到筲箕灣開始行，就行到中環啦。咁啊睇下啲景色好唔好啦，同埋有一條叫玻璃嘅天橋個底嗰度底部嘅，不過都唔係志在睇嗰度噶啦。咁就都順便去望一望啦。咁啦，好啦，而家開始去由筲箕灣起步出發。筲箕灣站 D 出口 Dock 啊，咁啊沿住隧道一直上到地面，咁一出隧道口嗰度咧就直行就啱噶啦。會見到一條隧道，另一條隧道，因為要過對面馬路嘅，咁我哋落隧道，然後再出翻去。見到個指示牌寫住譚公先聖廟嗰個方向上就啱啦。隧道上到嚟咧，呢條街咧就係叫做譚公廟道，咁對面嗰間咧就係譚公廟嚟啦。咁橫掂都嚟到啦，咁咪梗係唔好浪費啦，去參觀下啦。呢間就係筲箕灣嘅譚公廟啊。咁門口寫住咧就係譚公先聖，咁啊建於1905年啊，光緒31年啊。咁唔好睇小佢喎，呢間廟咧就係被香港列為1級歷史建築嘅喎。咁啊以前咧就客家人啊同埋啲漁民啊供奉守護神嘅，咁就廟宇咧就背山面海啊。嗰時香火鼎盛啊，每年農曆4月8號譚公誕咧就會有舉行慶祝活動噶啦，保佑海上平安噶啦。好啦，我哋沿住呢條路出去見到一個舞台啊，可能有啲活動搞咧，就喺呢度表演嘅。咁啊側邊咧就有條路就行出去避風塘啦。個筲箕灣個避風塘咧就係海濱長廊開始嘅起點啦。咁啊有一度行出去啦。前面右手邊最邊嗰座咧就係嘉亨灣，咁我哋喺度應該要喺嘉亨灣下邊係一個巴士總站，我哋穿過巴士總站咧，再繼續行，繼續個東區板道嘅路線。穿過咗嘉亨灣出翻嚟咧，就會見到前面有座建築物。淺藍色嘅係水警總區總部嚟嘅。我哋呢度咧就係西灣河碼頭啊。西灣河碼頭咧就有兩條線嘅，一條線咧就係三家村啦，去翻對面鯉魚門嗰度。另外一條線咧就去東龍島嘅。見到有人喺度釣魚喎，幾寫意啊！呢度咧就係鰂魚涌公園啊，咁轉翻右手邊落翻去海邊繼續。今朝早啲天氣麻麻地啊，密雲啊，同埋好大風添。
呢一艘就係葛量洪號滅火輪啊，喺1953年投入服務嘅，咁啊至到2002年退役啦，將成艘滅火輪搬上岸，我嚟做展覽館啦，喺2007年開放俾市民參觀。呢度就係東區走廊嘅橋底啊，咁啊沿住東區走廊橋底都好多設施俾大家玩嘅。嚟到呢度咧就係玻璃觀景台啊，咁啊要入去行咧就要先着咗鞋套至可以入去行嘅。咁啊呢度玻璃觀景台咧就全長咧都係20米，闊就有3米闊嘅啫，咁就好快行完㗎啦。咁我哋都入去行下參觀下啦。行完玻璃觀景台就轉返出嚟呢一條路咧，就去到北角碼頭。咁因為北角碼頭間斷咗佢嘅，咁要兜入嚟。咁啊經過望下啲海鮮啦，北角碼頭有好多海鮮賣㗎嘛。咁有大隻響螺、龍蝦啊咁樣。咁啊睇完之後就繼續就轉返出去啦，跟住連接返東岸板道啦。天色開始好返啲咯，有少少陽光，有少少藍天白雲，但係間中都係有啲烏雲。呢度就到咗炮台山同埋天后之間嘅東岸公園主題區啦。咁堤壩出邊嗰個一個波形嘅建築物咧，就係灣仔繞道東面排風口嚟嘅。東岸公園咧就行到呢度咧，就要睇到個牌咧，要轉翻左手邊，經過經發街，然後見到個消防局，繞過消防局咧，再繼續嘅。嚟到呢度咧，就有間廟啊！呢間廟咧就係三角天后廟船啊。咁啊，以前喺天后嗰度有隻船咧，就係天后廟嚟嘅。咁而家搬咗上岸啦。咁個牌都寫住歡迎參觀，咁我哋入去參觀下啦。
避風塘嘅風景都好靚啊！咁啊，而家係中午時分啦。咁如果係黃昏時咧，仲可以睇到日落嘅，日落個景色都好靚啊！銅鑼灣避風塘咧，呢座咧就叫怡和五炮，咁係屬於怡和洋行所有嘅。呢一座炮台咧，就每日咧就喺香港時間中午12點鳴炮嘅，咁啊，所以顧名思義，所以叫做怡和五炮。行到呢度呢條路咧，就要轉右手邊咧，經過個景觀會所，然後再過咧就係海底隧道嘅入口。咁要過晒呢兩段咧，就再出翻去海濱㗎啦。呢度有個指示牌啦，我哋由筲箕灣去到北角，然後再銅鑼灣，就快到灣仔啦。呢度仲有一架舊嘅地鐵車廂，咁我仲可以入去參觀睇下。咁呢個舊地鐵車廂同而家嗰啲咧唔係好大分別啫喎。海濱站有冇呢個站嘅咧？就快行到去會展啦！呢個牌寫住會議度啊，咁個牌後邊咧就係灣仔碼頭嚟啦。咁灣仔碼頭咧就已經裝飾過啦，好多藝術裝置喺出邊嘅。咁而家灣仔碼頭就係天星小輪去尖沙咀嘅碼頭嚟嘅。咁經過仲有裝飾有灣仔峽道嘅裝飾牌。咁我哋一直行咧就繼續去會議中心啦。呢個朋友喺度拉緊小提琴，真係寫意啊！嚟到金紫荊廣場啦，咁啊人山人海啊！我哋嘅同事們喺度打卡。呢度都有好多卡通人物嘅裝置喺度，幾特別，幾有趣。
就係中環碼頭啦，見到摩天輪啦。咁呢個指示牌咧就未在此，就係政府總部嘅位置。已經到咗中環啦，咁今日我哋嘅行程咧，終點站咧就喺中環天星碼頭。咁因為我哋住喺九龍嗰邊咧，咁我哋會搭天星小輪去返尖沙咀，然後再搭車返歸家啦。咁呢條片咧就分享到呢度，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